说，他跟我好好说了吗？动不动就要缝我的嘴。对呀，他还叫竹山把我的手给捆起来呢。别再打了！叶少，你有本事大义灭亲的分，你没胆子动手啊！掉到我们头上了，没有想到啊！还有你，上啊！不，君子曰动口不动手啊！你们别打，别！竹山，快把真鱼绑起来！对，绑起来！我求你们别踢，你们别踢，我求求你们了！你是别挡着，让开！我姐姐从戒烟起就没有吃过饭，活该她身子承受不住啊！我求你们别踢了，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！这叫戒烟吗？你们别踢了，别再踢了啊！别踢了，姐。没有良心的狗东西！让他走吧，让他走吧。姐，真鱼砸烟馆怎么砸到自己家来了呀？听说学生的娘戒烟戒死了，学生们正在里面闹呢。听说他自己偷着抽。真的？不是这样的。真实情形是什么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我欠揍，我冤枉了于老师。听我说，于老师为了戒烟，用钉板刺背，背上的肉都烂了。好样的！真鱼掌管真家后，办学堂、捐飞机、卖烟馆、戒大烟，看来是动真格的了。如果动真格的，我们就不要为难他，我们支持他。对，我们支持他，支持真鱼，支持真鱼。同胞们，支持真鱼，也算我们爱丽回国了。支持真鱼，支持真鱼，支持真鱼，支持真鱼。这一通，倒是让真鱼捞了个满堂彩呀！哼，峰回路转，这事没完，还早着呢。开烟馆的名，你儿子让我给顶下了，怎么峰回路转？有一首诗词你可记得？什么词？生子当如孙仲谋，我儿子梁中可是个大主角呀！怀府，司仪奶奶，手上端的什么呀？哦，这是用妇科千金方熬的八宝羹，姐姐喝了，益气补血的。凭什么就你姐姐一个人有啊？我的呢？哎，你还我！再动我泼了他，谁都别想喝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曹先生说了，姐姐要补补。
姐姐流了好多血，你这样姐姐怎么办？女人流点血算什么呀？我还流呢。你姐姐的是身子，我的就不是啊。司仪奶奶，司仪奶奶，司仪奶奶，官府，你怎么了？司仪奶奶，司仪奶奶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司仪奶奶晕倒了！来人呐！司仪奶奶，司仪奶奶。站住！给你们大小姐的，告诉她我来过。梁中，好事，全都是你们干的好事。谁？我？我爹。我说你有没有脑子？没脑子就说没脑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甄家死人了。甄瑜死了？不打自招了吧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要活的甄瑜，不是死的。好，大快人心，大快我心。几十年的恩怨一朝得报，我分明听到甄老爷在地下哭啊，哇哇的哭啊！这几十年的恩怨，究竟什么恩怨？是为了我妹妹，女的姑妈。当年她不听我言，硬要嫁给那个甄千叶。哼，那个姓甄的，妻子小妾千万，她就是不会生。于是她就怀疑我妹妹和赵廷芳有染，生下了逆种乃祥，又把我妹妹幽禁起来，关在房间里不见人。谁知10几年以后，我妹妹偏偏又生了甄瑜。那不没事了吗？我妹妹是清白的，可她上吊死了。我妹妹是被那姓甄的活活逼死的。爹，你对我姑妈倒是一往情深嘛，是不是？你小子又胡说！妈，这事儿你心里跟明镜儿似的。几十年了，明镜似的我，也在装糊涂。看来这仇啊是结深了，要甄瑜来还吗？父债女还，天经地义。爹，可老天不长眼呐，这回死的又不是甄瑜，那谁呀？四姨奶奶。老爷，不会搅出什么事情来吧？不会，睡觉睡觉。哎，如果汪局长一脚搅出事来，这8成就是歪到我那外甥女那边去了。哼，你看到甄瑜是那么喜欢，乖儿实在叫我这个做爹的为难呐。哼，我能喜欢上一个女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那你要想干什么？不告诉你。爹，你不能弄死甄瑜，至少现在不行。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，说，在甄家你这败谁下的毒？儿子，你都冤枉我半天了，我吱声了没？我谁都没派啊，我谁也没派。是不是竹山？不是。你说不是，那就是是。你就等着给那老家伙收尸吧。哎，梁中，出门还得父子兵。四姨奶奶死前，是不是刚打过麻将啊？是，一点都不错。这就对了嘛，不是什么中毒，
是脑溢血，一定是刚才啊麻将打得太大了，激动而死。不，王局长，他是喝了我姐姐的八宝羹才死的。啊？这八宝羹是你熬的？是。这送也是你送的？是。啊，也就顺便放了点毒。不，我怎么会毒死我姐姐呢？这就对了嘛，连你都没放毒，这怎么可能是喝了八宝羹毒死的呢？脑溢血呀，就是脑充血，人一激动呢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。王局长说的没错，脑溢血就是脑溢血。要是姐姐在就好了。老四最合当家的你姐姐做对了，会不会是？什么？你是说是姐姐？对，干脆的说，就是真宇把四姨奶奶给害死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本局长对你这一说法完全的否定。甄小姐自己个儿还都在戒烟呢，怎么可能再去害别人呢？不是都快戒好了吗？快戒好了，就是还没戒好，自己都没戒好，怎么还去害别人呢？再者说了，这千古一律，当家的不闹事儿，闹事儿的就当不了这个家。汪局长一锤定音，少奶奶，我看是不是先把四姨奶奶的后事给办了？好吧，大热天的，你赶紧去办吧。这就对了嘛，入土为安，入土为安嘛，这入了土也就安了嘛。啊，这汪某先走一步，啊，告辞告辞啊，告辞。慢。刚才谁进过厨房了？以后不管有什么矛盾，都不可以再伤害无辜的生命。好吧，汪局长，你走吧。守队。是。就是他诬陷了他的老师，还是他的学生呢。学生把老师给诬陷了，不但诬陷，还抄了老师的家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他良心让狗吃了。就是啊，这样太不应该了。野兽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们家大小姐呢？大小姐不在，上哪儿去了？去学校上课去了。大烟都戒了，戒了，你们来干嘛？哈哈哈哈！大烟都戒了，我是他舅舅，来给我外甥女贺喜来了。查老爷，大小姐不在，甄家一律不见客。今天来的都是苏城南院的社会名流，要让他们在这儿等着？舅舅不行，名流也不行。你说不行就不行了，滚开！滚开！野兽，老师并没有怪你啊。不，我说过，我冤枉了于老师，就要在全校大会上跪地请罪。可是现在不是没有开全校大会吗？我知道你不会开。妈，你们家大小姐真的到学校里去了？是。哎，这就来问题了。他要是遇到那个想要他命的学生叶少，该怎么办？对，怎么办？山不转，水转，只好随遇而安了。随遇而安。我的外甥女
可不是善茬。他只要喘过气来，一定会把那个姓叶的宰了。那你先起来吧。你看，好多人都看着呢，多难为情啊！不，我不能言而无信。我就是错了。叶少，老师真的没有怪你啊。可我怪我自己，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啊！同学们，乡亲们，这就是我的学生叶少，他黑与白，是与非，爱与憎，变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宁折而不弯。这就是我最得意、最好的学生。竹山啊，你的嘴呢，就不问问我们今天来干什么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来给他添乱子的，大乱。请，赶快去把甄大小姐给我请回来。这也算救了那姓叶的穷小子一把了。叶少，快起来吧，老师都原谅你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没事了，起来吧，起来，快起来吧。不，我抄了于老师的家，还当众羞辱了于老师。叶少，其实老师应该感谢你才对啊，要不是你，老师现在也许还是个大烟鬼呢。是你把深陷在泥潭里的老师给拯救出来了，老师谢谢你还来不及呢。老师，真的，叶少，于老师知道你是爱护我的。你看，在你的帮助下，老师不仅把大烟戒了，而且还处理掉了甄家一切害人的大烟馆。现在老师一身轻松了，就连呼吸都自由、清新、畅快了。老师看到的天哪，蓝了，高了，更蓝了，更高了。我看着天，于老师也更蓝了，更高了。我们学校的天更蓝了，更高了。叶少，同学们，你们还记得袁校长在的时候带你们排的话剧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吗？记得。我还记得我在里面演过一个角色呢。奴隶的解放，失去的只有枷锁，迎来的必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。来。于老师，等袁校长回来，我们重新排，到时候把这台词也加进去。可是，袁校长，小云，他到底在哪儿呢？小姐，大小姐，竹山叔请你回去，查老爷、齐公公又来找茬了。哟，都来了，舅舅跟齐公公也来了。我看今儿有好戏。这么多人来了，舅舅也跟他们来凑凑热闹。对，凑凑热闹，对不对啊？啊？舅舅，为了砸烟馆招牌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已经翻脸了吗？哎，外甥女，你这就小气了吧？山不转水转，两座山还有碰头的时候，更何况我是你舅舅呢？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我和各位特备薄礼，是来讨一杯寿酒喝的。对，喝酒，寿酒。真鱼，不知道各位前辈来，实在是失礼了。舅舅，就为了这一杯寿酒吗？当然不是为了一杯酒，还有很多事情嘛。我今天来，是要向你讨个明白。甄家、查家历来清清白白，倒是甄氏族长戚公公掺在里面，显得有些不清不白了。胡说！烟馆查老爷转租给我，清清楚楚，都是你在里面搅浑了。舅舅，我们是先备席，还是先论礼呢？
在我的眼里，早就开席了。你看，这满桌子的珍馔美味，我早就流口水了。恐怕你看到的还是那些大烟馆吧？聪明，不错。错。嗯。你的烟馆开一次，我就砸一次招牌。查老爷又去甄家了，又在找什么茬呀？肯定是为了关烟馆的事儿。对，我们不能让于老师再受委屈了。对，不能让于老师再受委屈了。走，去甄家支援于老师去。好，我们加上同学一起去吧。好。我齐公公是一族之长，我开的烟馆，你凭什么要砸？说到烟馆的事情，还真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舅舅，你在报纸上登出声明，永远不开烟馆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？鱼儿，当初你爹在开烟馆的时候，不会不知道鸦片有毒吧？不是照样也开了几十年的烟馆吗？好，那我们甄家走到我这一代不开了，成吗？那就给姓甄的七公公开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你毁我续，你爹在九泉之下，也要向我3鞠躬的。苏城鸦片的专营权为我爹所买断，我不开，谁开都是犯法的。各位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确实，当初甄老爷买下了贩卖大烟的经营权。是啊，当初签协议，我们是都在场啊。世人皆知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啦。哦，那舅舅这儿还有什么新闻呢？我只有旧闻。各位不要忘了一条，当年甄千叶和政府签订协议的时候，那是每年甄家必须向政府交上20万两银子才行呢。错，白纸黑字，一次性20万两。哎呀，甄家向来是恶霸一方，明明是年交20万两白银，怎么到了你的嘴巴里就成了一次性呢？你想贪国家的钱？你睁着眼说瞎话，这不是新闻了。那好，你就把白纸黑字的契约拿出来吧。竹山叔，在。把协议书拿来。是。等等，怀福，你跟他一起去。哦。七公公，契约拿来就一切见底了。我看你怎么坐立不安呢？我坐得非常安稳。舅舅，你心里现在是不是有点虚啊？哼，假的。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你们甄家，你爹，现在是你早已蓄谋已久，要贪国家之财，偷漏国家之税。哼，你拿出来的，当然理所当然是假的。口口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当然有证据。为了维护国家之利益，市长特意又把当年的正本儿交给了我。拿来让我看。还是我亲自来念给你听吧。甄千叶自即日起将苏城鸦片经营权买断，年交20万两纹银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你太无耻了！各位前辈，我请大家说句公道话。
祝寿叔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摔了一跤。汪局长也在这儿啊，在呢。你的胳膊怎么了？摔的。看来我们苏城的路不平啊。在苏城，你们甄家的路最不平，大欺小妾，一窝一窝，争风吃醋，都闹出人命来了。你说谁呢？四姨奶奶，是你把她毒死了吧？汪局长，你说呢？是甄瑜毒死的。汪局长，你当初不是侦查过？你的结论是，四姨奶奶是死于脑溢血。这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嘛。当然了，现在你有苦衷了，不会是因为你的胳膊折了吧？还有一条命，你的学生李秀玲的妈妈，是你逼她戒烟上吊死的吧？戒烟没有错，甄家个个都在戒烟。秀玲妈妈的死，我倒是想问问你呢。哼，问我？要不然，我们再请神探汪局长给查查。汪局长，这事一定要查一查，查他个水落石出。好了，话别扯远了。苏城鸦片经营权，甄家到底是每年交20万两白银，还是一次性交20万两？朱寿叔，你一向了解甄家，你说说吧，到底是每年还是一次性？甄小姐，查老爷所言不虚，你爹这么多年确实欠着政府这笔钱。张全叔，你说呢？甄小姐，是每年20万两白银。当时我还惊讶你爹的魄力，这么大一笔数字，他竟敢吃下来。姐，他们胡说！混账！你住手！七公公，你动什么手啊？不仅是协议，我这里还有一封刚上任市长给我的公函呢。谁是刚上任的市长？赵廷芳。七公公，你来念念。慢。怎么？不敢了？哼，我怕什么东西到了你们嘴里都变成假的了。我这个市长不会是假的吧？坐。赵督监，各位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我上任伊始太忙了。这是谁呀？甄瑜。这是我们甄家，我不是甄瑜是谁呀？赵市长，请坐。哎呀，甄瑜啊，没想到你长得还真像你妈妈。我猛一见到你，还以为你……听说赵市长跟我妈妈是同学呀，那我应该叫你一声赵叔叔吧？哎，不忙。本市长这次回乡任职，军政两兼，一定有不少传言吧？哎，厉行新政，除旧布新，赵市长早就众望所归了。赵市长，这是您上任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吧？苏城的老百姓可都看着呢。这话有意思了啊！这样吧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我和你妈妈不仅仅是大学的同学，而且一度还是恋人。哎呀，
如果要不是因为你爸爸，你这会儿保不准就是我的女儿了。哼，既然赵市长都不避讳，那我叫您一声赵叔叔，也没什么不对呀。啊，不过本市长先公而后私，啊，这些年在苏城，关于我的传言，一定是不少吧？啊，说我野心勃勃，是苏城3个最会狂笑的人之一，还说我散布真家不灭、苏城100年清誉永不复还的谣言，说我几10年来咬牙切齿、卧薪尝胆、广结江湖，一定要报真千叶的夺妻之仇。还有，不过，赵市长此来的情形，倒是真的有点让人误会了。这个误会是常有的嘛，误会啊是要解释的嘛。您这算是解释吗？是啊，说我广结江湖，一定要报夺妻之仇。这个不仅仅是误会，这个还是对我赵市长本人的污蔑。我手上现在有1个军，足足有3万人马。哼，报仇，我用得着广结江湖吗？啊，朗朗乾坤，清平世界，现在早已是蒋委员长的法统天下。再说，这个真千叶夺妻，按照法理来说，你妈妈，她到了甄家，她是明媒正娶的，谈得到什么夺妻呢？再说了，我这么多年在外面奋斗，为的是什么？是志在报国。我哪有什么闲工夫去散布什么真家不灭的谣言？整个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总而言之，我是要告诉大家，我赵廷芳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赵廷芳了。赵市长说的坦坦荡荡，义正辞严。看来赵市长到我们苏城来，是想当个好官、好市长了。岂敢岂敢，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嘛，啊。不过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，想请您解释。说吧。既然您这么喜欢我妈，难道就一点都不恨我爸吗？恨，是个男人他都恨。不过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你爸爸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：什么是个大，什么是个小？对，就这句话。你爸爸早已经作古了，我要是再跟他这么斤斤计较，不就是小了吗？这么说，赵市长您已经尽弃前嫌了。退一步说吧，我就是恨你爸爸，我也不恨你呀。啊，现实为大，社会公正为大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看看赵市长是如何秉公的。好。扎淑仪的女儿现在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啊！赵市长啊，是不是让甄妻将您的公函念一念？啊！哎，让我看看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甄宇啊，这是真的，确实是真的。念一下。
公函，民国21年苏字第11号，经启者，本年3月28日奉江苏省长令，真迹烟土专卖公司自民国2年成立以来，当年买下苏城烟土专卖权，每年上缴政府20万两白银，直到放弃专卖权为止。近年来，多有苏城乡绅联名上书告知，真迹只在当年上缴20万两白银，此后再无上缴，特此函告。这就是秉公，这就是社会公正。不！没睡好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自从袁小云重返前线，你就没有睡过好觉。胡说八道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喜欢一个人是天经地义的嘛。哎，以后不理你了啊。袁小云呢？袁小云不是回前线了吗？她不在前线吗？他没有，他生了营长，我来告诉他。他去哪儿了？没在这儿吗？啊，袁连长他已经殉国了。你们甄家每年要交20万两白银，多少年了？利息多少，本金多少，总共一起多少？每一笔都不能错，不能漏。我要叫你们甄家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将你们甄家所有的让你们扫地出门，流落街头。甄小姐，19年了，你们甄家必须吐出380万两银子来，这还不够？不够，就是把你甄宇杀了也不够。那就灭门，把你们甄家满门抄斩！抄斩！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甄瑜听得清清楚楚。听见什么了？我听见脚步声了，由远而近，铺天盖地的脚步声。脚步声？啊，也对。这公函，这账目。一步一个脚印儿，正向你铺天盖地而来呀！按照舅舅的意思，是现在就让我把这380万两银子交出来，否则的话就要满门抄斩，是吗？不，市政府，是赵廷芳的市政府。好，既然是赵市长让你主持这个讨债会，那我还有点事情要问赵市长。赵市长，有这事吗？满门抄斩，这个不太妥当。那就是单单跟我要钱了。请问这钱您是让我交给政府还是扎府？当然是政府。好，我愿意把钱交给政府，交给国家，支持抗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学校不能教，我要留在学校当老师。那就好吧，把甄家全部扫地出门，赶到学校去。慢。我想听听诸公的意见。好，我们同意甄瑜去当老师，但是，这扫地出门，王局长，你说呢？这一家老小上上下下，也总得吃饭吧？说得对，这甄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，如果都搬到学校，
影响教学，这个路还是要给人留下的。这样吧，甄家的宅子留下来自己住，田嘛也留一半，口粮田。再说，办学也需要花钱啊。振宇，你谢谢赵市长。好，那就让甄宇把380万两纹银全部兑现。扎舅舅，我会把这380万两银子交给政府。不过，我有2个要求：一，我要求再捐几架飞机；二，我要用这些钱来办学，来培养我的学生，培养苏城的子弟。新一代的年轻人，如果不接受新式的教育，我们就没有新的工厂，我们就还要用手来磨面，用木质的纺纱车来纺纱，我们就造不出自己的飞机、军舰和坦克。对，我们就连开飞机、开汽车、开坦克的人都没有。各位，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。日本人打过来了，用他们自己制造的飞机、大炮、军舰、坦克打过来了。是，我是捐过飞机，可那是外国的，我们自己造不出来。被日本打掉一架，就少了一架。我们只有用自己的新思想、新教育去培育新的人才，我们的飞机、大炮、军舰、坦克，我们的新工厂才会无穷无尽。各位，我说错了吗？我做错了吗？赵市长，我说的有错吗？没错。现在上海那边已经响起了枪声，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了，打日本就是对。赵市长，这在理上是没错，但是理归理，法归法呀。法归法，这没错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他卖烟馆的钱。甄家卖烟馆的钱，我都已经捐给抗日前线了，剩余的我给了烟民。除了市长和诸公让我留的这些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你，那你把凭据拿出来。听，凭据在外面响起来了。来，都下来。拿出了这笔钱，我们甄家离倾家荡产也不远了。舅舅，你赢了。反正我也没输啊。我耳朵没聋，靠这么近干什么？滚！叶少这小子，竟敢爬到我的头上来。舅舅，我输了，但是我输得心安理得。你赢了，可是你赢得胆战心惊。爹，爹，出来一下。爹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来寻找良心，社会的良心，世道的良心。而你在干什么？我代表政府来清查社会遗留的资产。爹，你真是胡来！我怎么胡来？我有契约为凭。契约？什么契约？在什么地方？契约在这儿，这是他伪造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也撕了它。你小子，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哼！梁中，振宇，你要坚强，你要挺住啊！梁中，你想说什么？本来不想告诉你，但是又不得不告诉你，小云，她殉国了。是什么？小云
他殉国了。振宇，徐新、许志强、许文章、尹炳根、袁小云。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姐，你醒了。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姐，我没走，我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姐，你别吓我，姐。朱山叔，小姐，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姐，你不要吓我。小姐，是我，竹山。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小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赵少爷，振宇，我来看你了。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振宇，你看看我，这里有一双眼睛一直深情地望着你，知道吗？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来想办法。放心，我会让他好起来的。赵少爷，怀府谢谢你，但是怀府不能走，怀府要陪着姐姐。我要给你姐治病。赵少爷，你会治病？当然，在上海的时候，我跟外国医生学了一种催眠术，很管用的。但怕你们乡下人会大惊小怪。啊，不，只要你能治好姐姐的病，怀府做什么事都愿意。好。不过，怀府不能离开姐姐。好，那就试试。哦，试试。张少爷，你要干什么？治病催眠啊，病人得全裸着。裸着？用手摸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啊，你要用手摸姐姐的身子？对呀，你姐姐就是一口气淤着了，只要在经络上找到关键的部位，哎，这是为了治病，你懂不懂啊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是要摸姐姐的身子，这就绝对不允许。简直跟你无法交流。耽误下去，你姐就没命了。让开！张少爷，你干什么？我要给她做呼吸，人工呼吸，懂吗？不懂。不懂就滚开！我姐姐现在有呼吸，你为什么还要给她做呼吸啊？你呀，你真是个没脑子的乡下人。姐，你一睡就是好多天，怀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怀府去找过袁天大夫，可袁天大夫家明明有人在，却连门都不开。张少爷说能看好你的病，他又要先碰你的身子。怀府知道，姐姐你除了云少爷，
是不会让别的男人碰的，对不对，姐姐？姐，怀府从小就没有爹娘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姐姐你对我最好。姐，姐，姐，你醒醒啊！姐，是不是只要云少爷一回来，只要云少爷回来了，你就会醒了，对不对？姐，姐，你等着。就1天。沈医生，你是个军医，怎么可以感情用事？马上把他埋了！你干嘛？我就想打你！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连长带我们打了多少胜仗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多好的一个连长，他多留1天行不行？可他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不管，沈君玉说留1天就留1天，荒谬，荒谬至极！别动，我看谁敢脏他！长官，爱上一个人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你就让袁连长留1天吧。就1天，我们走。姐，我学会骑摩托车了，我这就带你去。怀府，咦，又一个发痴的。这怀府和真宇肯定睡过觉。对对，澡都洗过了，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的？哼。姐，我是小云呐，我是袁小云。姐，你看看我是袁小云呐。姐。是谁呀？出轨了，出轨了！怎么搞的？冒出个小云来了？是啊，怎么会是袁小云呢？
谁会真的怀念谁？南归的燕子为谁飞？谁会真的在乎谁？只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小云，我真的是袁小云。姐，来。姐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醒醒啊！你看，姐姐，这是你和小云以前来过的地方，你还记得吗？姐姐，你看看呐！你答应过我，你答应过我会回来的。姐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姐姐，你和小云，不，我们来过的地方，这里就是我们来过的地方。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漂泊谁的泪？姐姐。风月花，我一生无暇，只为你牵挂。岸上的芦苇，如我早生的华发。沏壶茶，将过往的爱恨全喝下，却嫣然红晚霞，我会一生天沙哑。小云，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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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小云，我是怀福。而你也半弹琵琶，那琴声软如麻。我惆怅情落下，所谓苏州人家。你装小云吗？姐姐，你梦里老是叫小云回来，回来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样了。所有小云带你来过的地方，我都带你来过了。沏壶茶，将过往的爱恨全喝下，却嫣然红晚霞，我会一瞬间沙哑。这是我的好弟弟，不哭了好吗？今天几号了？今天18号了。18号。姐姐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，姐姐，你只是睡着了。你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一如软石飞沙，就怕痛了你的脸颊。怀福，谢谢你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不过，只要姐姐醒着，除了小云的车，其他人的我都不坐。姐姐，怀府知道的。
姐，那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怀府给你做好吃的。这花儿是扎少爷送的。对啊，扎少爷每天都送花。把它扔了吧。哦。对了，姐，你说这扎少爷真奇怪，他明明知道你不喜欢他，可他还想着要吃你豆腐。你说什么？有一次他告诉我，他学过一种催眠术，要把你的衣服都脱光了，还要摸你。脱了？当然没有了，怀府坚决不让。怀府知道，姐姐你除了云少爷，是不会让别的男人看，也不会让别的男人摸的。是，我就算死也不会愿意的。不过，我想，也许扎少爷是为了救我吧。医生嘛，总是救人最要紧。姐姐还听说，在外国人开的医院里面，还有男医生为产妇接生的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哦。你去吧。哎，跟你说做就是了嘛，怎么话那么多啊？快点把它扔了。阵架那么大，干嘛偏偏要扔到外面啊？姐姐吩咐过，就说明姐姐不喜欢。快去。哦。哎，扔得越远越好。振宇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我知道你应该休息，可是我激动，我兴奋，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等，我想立刻见到你。振宇，祝贺你。梁中，你知道的，只要我醒着，除了小云，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鲜花。振宇，你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意，让我来照顾你，保护你好不好？小云死了，可我们还活着。不，小云在我心里一直活着。除了小云，我不会接受任何人。条件反射，你的回答是不是太急了？不急。振宇，你不能死心眼儿，你还年轻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殉葬品。殉葬品？不，只是我的心里没有办法再容纳其他人了。梁中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？我是不明白，我到底哪一点让你看不上？从见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爱，没有目的，也不用手段的爱。振宇，也许在1000万人当中，只有一个人能够遇到这样的爱，多么难得呀！为什么你就不给自己，也不给我一个机会去实现它呢？梁中，我感激你的一片真情，可是两个人在一起是要相知的。我们不相知吗？你的理想，你的追求，我都知道。而你，也知道我的所有，对不对？这仅仅是互相了解，那不是相知。梁中，你不懂什么叫相知。振宇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在丈夫死了以后自杀吗？因为有些人是为爱而活着，爱情没有了，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不，这是你浪漫的想法。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享受过男女之间的鱼水之欢。当丈夫走了之后，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体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，索性自杀了。振宇，你还没有享受过那种男女之间的鱼水之欢，还不知道那种来自肉体的快感有多美妙。振宇，如果真的有天堂，那就是天堂。
梁中，你不觉得在一个女孩子面前说出这样的话，有些不妥吗？你去过那天堂？去过。去过。啊，不，真宇，你跟你父亲那种是不能算的。你连了解我都谈不上。是小云。对不起，梁中，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，我明天来看你。表妹，你不送送我？弟弟，你就真的舍得离开你姐姐？你要真的死了，姐姐也不想活。哟，这么多天了，他怎么比我们死了老爷还痴呢？当时乃祥瘫了，也没见他这样啊。别这么说，人家好歹也是亲弟弟呢。谁规定了弟弟就是弟弟呀？怀甫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帮我姐姐尝粥，我不能再让别人害我姐姐了。梁中，你有没有觉得竹山叔总是神出鬼没的？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感觉从何而来？跟你一样，无声无息、神出鬼没的。你说的具体点儿。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了，好像是他是不是经常看你娘的照片？竹山叔，竹山叔，竹山。看我娘照片。是啊，我常听我爹说起，竹山叔他对你娘。竹山叔他对我娘。是啊。竹山叔。竹山叔，是小姐。你在客厅等我，我有话问你。是。竹山叔，小姐，这是怀府为您熬的粥。那你刚才是在……我怕有人再害小姐，所以就先……竹山叔，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？不知道。你是应聘到我们甄家的吗？是。扎家待得好好的。为什么要来甄家？甄家更有竹山发挥的余地。不是真心话吧？
你从小在扎家长大，想要谋一个容易发挥的职位，应该不难吧？小姐这么说，竹山也没办法。竹山叔，你多大了40。40？那为什么还不结婚？结婚？对，结婚，跟自己心爱的女人过日子，生孩子。竹山叔，你别藏了，你藏得太深了。我没藏。你藏了，不过我都已经看出来了。是，我藏着，我藏得太深，但打死我也不说。好，是个男人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你知道什么？你能说出什么？一个你永远都得不到的女人，你深深的、默默的、永不出声的爱着她。不，你看，你的声音都颤抖了。你爱着我娘，对不对？小姐，你别说了。我一定要说，我要把这件事情明明白白的掀出来。你从小就认识我娘，喜欢她，可你根本就不敢表露出来。后来，我娘嫁给了我爹，你也就想尽办法到了甄家，对不对？小姐，我。后来我娘死了，你就把对她的爱变成了另外一种寄托。这是老爷留下的遗嘱，10年前就写好的。甄氏千叶遗嘱，甄氏独子乃祥乃久病不愈，特专利遗嘱。甄氏千叶若亡故，所留甄氏家业由女甄瑜继承。你不会是自己写的这个遗嘱来糊弄我这些姨奶奶们还有嫂子们吧？这么大个家业，我爹怎么会交给我这个半大的女孩子呢？小姐，青天白日在上，我竹山手中如是份假遗嘱，天打五雷轰。